诈骗案一直发生，演员谭爱珍哄骗买100万。真侪网络诈骗是透过假做出名的人来诈骗。政府除了积极推广防止诈骗的资讯，给民众，内政部警政署表示，已经成立小组，会伫咧社群媒体顶头巡逻，若发现有问题，就会随主动。 资深演员谭爱珍传出防诈骗，伊查某囝欧阳晶伫咧面册发文，表示讲2个月前忽然间有警察来因兜，一见面就叫伊较紧来联络因妈妈。原来是迄天警察伫咧超商头前，感觉怪怪，就随掠着诈团的车手，伫命当来看到谭爱珍随过来走动。经主动盘查，于李贤身上查获伪造公文书1张及工作机，经由假检警公文积极联系，与邮局临柜提款100万现金之弹性。 被害妇人，即摆诈骗的手法一直在变，其中伊到处诈骗是上时行。伫北投有警察，虽然讲甲打气甲可靠，才替当事人甲700万的存款收落来。你每次都领几百万呢？这个不太无常的。相信你应该是遭到损失了，所以我不能够让你再继续有损失了。那我会，你要让我们家里起家庭革命了，这个钱是我的。 一开始沟通的过程，负责人阁故意一直闪，警察才发现讲，即马诈骗集团为着应付警方和银行查证，阁加配合人一寡应对的用词，提悬做诈的难度。加上伫网络顶悬，名人诈骗的手法阁翻新啊！诈骗集团甚至是假作台积电创办人周忠模因某张淑芬，含利用已经过身的作家琼瑶的名义，甲民众讲办投资小户就送册，就连台积电嘛发声明讲无这种活动，卖互骗去啊！我们165这边呢也成立了这个潜伏小组，或者是分析小组，早期找到这个被害人，告诉他不要再汇款了。那另外在阻挡的部分呢，我们也会在各社群媒体上面巡逻，然后一发现有可疑的部分，我们就会通知社群媒体立刻把它给阻断。除了公布民众防诈意识，政府嘛积极利用科技来侦测无正常的小户、大型风岛。内政部阁对12月开始建立打诈仪表办专网，提供民众上新的诈骗趋势和防诈对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